我哋今年係第2年咧，康智會同埋 Art Basel 合作，令到我哋朋友嘅畫作咧係可以喺一個咁盛大嘅環境之下咧，我哋嘅觀眾啊朋友面前展示嘅。舊年咧係一個茶餐廳，今年咧就係一個咖啡店。Neighborhood 咧就係我哋今年俾佢哋嘅主題，一點活就係生活。咁10幅作品裏面咧，有啲好寫實，有啲咧好抽象嘅，咁係佢哋日常見到嘅，有包括佢哋嘅同學啦，望出去嘅建築物啦、社群啦，透過色彩，透過佢哋嘅筆觸，可以話係好直接去表達到佢內心。如果能夠好似喺今日呢個場地去展示嘅時候呢，其實調翻轉頭就俾我哋可以透過呢啲畫作去睇到佢哋內心嘅世界。兩位咧都有喺我哋松藝廊嗰度咧整陶瓷嘅喎。曉君啊，你整咗陶瓷幾多年啊？幾多年？2年。整咗邊一件陶瓷啊？呢度貓、螞蟻、雀仔、樹。好叻喎，叻叻叻叻。Coco 咧，你又整陶瓷整咗幾耐啊？1年啦，好玩。點好玩法啊？攞泥板，當然我冇得。好滿足啊！好中意，好滿足啊！哇，好犀利喎！呢個呢，就係其中一位女同學畫嘅，呢個就係佢住嗰個家舍嚟嘅，即係佢每一日放學咧都翻去佢自己嘅屋企咁樣啦。其他同學咧都畫咗啲大廈啊、樹啊，咁啊曉君咧就畫咗地上面嘅蟻仔咯。因為成日可以睇到佢嘅觀察咧，同我哋係好唔同，都可以等佢哋多啲機會去同大家溝通。好，我哋有嘉謙、慧慧、泳希、樂天同埋子婷嘅，咁咧佢哋咧就準備咗個特備節目喎，咁咧就會即場為5位嘉賓畫電子人像嘅。泳希啊，你畫畫嘅時候咧，你會觀察乜嘢㗎？就依個樣咯。就係我覺得髮型特別，我先揀呢個。哦，其實透過畫人像咧，佢哋開始好中意去接觸人啊，佢哋會去配合啦，知道其他人嘅期望啦，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嚟嘅。最犀利就係佢每日都產出海量嘅作品，佢畫嘅內容咧主要係關於一啲佢自己諗嘅故事啊，或者身邊發生嘅一啲好細節，或者一啲小嘅事情啊。佢哋要等社會呢道門咧越打越開，有一日咧，其實佢哋可以完全躋身於 Art Basel 裏面，唔需要因為佢哋特別嘅身份，而佢哋嘅自己嘅作品咧可以贏取即係觀眾嘅讚賞。